8億黃金大爆雷，大批黃金投資者血本無歸，跌到阿媽都認唔到。前幾日國際金價飆到每盎司$5,500，內地金價亦都衝上1600蚊一克，但好多買黃金嘅人反而試唔出嚟，皆因佢哋踩中咗深圳水貝嘅黃金大坑，接落嚟嘅錢全部俾套死，攞唔翻嚟。今次爆雷嘅核心就係水貝結我瑞公司推出嚟對賭式嘅黃金投資，搞到而家上萬人無法體驗，涉押嘅金額超過100億。呢間公司憑乜嘢勾到咁多人呢？講穿咗就係高槓桿套路。假設金價1200蚊一克，你只需要俾30蚊嘅定金就可以鎖死，之後再補1170蚊就可以攞黃金，槓桿直接拉滿40倍。更加誘人嘅係，仲可以免費加工金飾，免工本費幫你整首飾。好多人將自己真金白銀送入去，點知而家全部都攞唔翻。而家現實係點啊？結我瑞公司根本攞唔出8億資金兌付，俾出嚟嘅方案更加離譜到你唔信。一次性兌付只俾2折，即係話你1000蚊就退200蚊；分期兌付咧就4折，仲要分12期慢慢俾。目前呢單嘢咧，官方高度重視，亦都出咗相關嘅通報。呢種8億級嘅黃金爆雷，直接俾所有投資者拉響警鐘。一唔好信冇資質嘅高槓桿。呢間公司根本冇正規嘅金融牌照，所謂嘅40倍槓桿根本就係金融賭博，同銀行正規機構嘅合法槓桿完全係兩碼事。二，天上係唔會跌銀紙落嚟，免費嘅午餐咧一定有蠱惑，高利潤背後一定係高風險，睇落去有着數嘅定金玩法，免費加工福利全部係套你嘅本金，鎖你資金嘅陷阱，到最後啊連渣都冇。三，你唔好盲目迷信黃金一定避險，一定係穩賺。黃金係一樣會大升大跌，更加何況係脫離正規渠道嘅黃金投資，本身就係爆雷嘅重災區。你唔好成日覺得自己好醒目，可以喺呢個遊戲贏到最後。你要記住，普通人永遠係玩唔過切割嘅人。